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謎團3，我係阿比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Penny。上次我哋講過一個好出名嘅心理學現象，叫做光環效應。其實而家有好多真實嘅例子咧，都可以應用喺呢個現象上邊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請你翻呢條片嗰度睇翻啦。今次我哋會繼續講另外一個非常出名嘅實驗，叫做25號宇宙。25號宇宙，聽個名好似關太空事喎。咁係美國 NASA 做嘅，佢哋會做心理學實驗嘅咩？唔係，呢個實驗唔係由 NASA 做嘅。喺1960年代早期咧，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NIMH 喺馬里蘭州普爾斯維爾獲得一塊農用地，研究所在地皮上面興建咗一個設施咧，以開展多項嘅研究。其中一項咧就包括由卡爾宏領導嘅研究項目。喺呢度佢開展咗最為世人所熟悉嘅實驗——老鼠烏托邦。喺1968年咧，佢將4對老鼠放入實驗環境之中。喺嗰個環境嘅底部咧，面積咧就係2.7平方米，四邊有圍欄高咧，每邊咧都有1.4米咁高嘅。每一邊都有4個直立式網狀形嘅隧道啊！呢啲隧道通往各個居室箱、食物漏斗同埋飲用水分配，其中冇任何形式嘅食物、水源及住房材料短缺嘅問題。其中咧亦都冇老鼠嘅捕食者，唯一不利之處咧就係生存空間有限。雖然我聽到老鼠會毛管戙，但係聽到佢哋咁樣嘅 set up 又幾好喎，有得食又有得玩，仲唔會有天敵追殺佢哋。係啊，對於老鼠嚟講，呢個環境啊真係相當唔錯。起初呢啲老鼠數量咧迅速增長，只係用咗55日咧就 double 咗嗰個數量啦。喺實驗發展後第315日咧，數量咧就更加增加到620隻。之後咧，數量增長顯著放緩，需要145日咧先會實現增長1倍嘅數量。最後一個成個活體係600日之後先至降生嘅。喺呢個時間咧，數量嘅總數咧就係2200隻老鼠。雖然實驗環境空間設定實際上面允許好多達3840隻老鼠生活。咁啊，而家呢度開始發生問題啦。喺第315日到第600日期間咧，發生社會結構同埋正常社會行為嘅崩潰啊！呢啲行為咧包括咧喺斷奶前咧將幼體遺棄咧，傷害嗰啲 BB 仔咧，雄性性行為增加，主宰雄性嘅個體冇辦法繼續維持自己領導並保護雌性，雌性嘅攻擊性行為咧，非主宰地位嘅雄性咧消極咁樣避世。個體之間嘅攻擊咧，仲更加唔會還拖添啊！大佬位真係慘。咁即係個男人唔係個女人打男人，個女人打男人，跟住嗰啲男人咧，本來係大佬嚟嘅，就你打我，我都唔還手啦咁樣。直頭係崩潰，直頭係直頭係放屁嗰隻簡單。咁奇怪嘅，咁應該會係咁增加先係喎，點解會放棄嘅咧？咁你要聽埋落去啦。實驗喺第600日過後咧，社會性崩潰咧繼續持續，數量下降到群體滅絕嘅邊緣添啊 ！Oh my lord！期間咧，雌性咧停止繁殖，佢哋對雄性嘅性對象咧完全抽身喺世外，雄性變得亦都唔會去求愛，又唔去打，淨係做一啲好簡單嘅維生嘅事情，例如飲水啊、食少少嘢啊。咁佢哋呢啲老鼠咧，自己整靚晒自己咧，令到自己皮膚好光滑啊，皮膚顏色好靚啊，啲毛啦又唔會甩皮甩骨咁樣嘅傷疤一啲都冇嘅咧，就俾卡爾宏咧稱為咧美麗鼠。但係點解佢哋要咁做？佢哋係冇晒
想求愛繁殖嘅慾望，乜嘢都冇。但係佢唔因為佢哋唔需要再去出去揾食，唔需要再去逃避俾貓去追殺，佢亦都唔需要怕俾人打死，佢係根本係叫呢啲叫，其實簡單嚟講就叫沉淪。咁，但係點解要整靚自己咧？如果係咁，咁佢哋覺得佢哋有需要整靚自己，喺個實驗嗰度佢冇講點解佢，但係佢就自己係咁講。OK，繁殖行為咧都冇再恢復，老鼠們咧佢哋嘅行為咧模式永久性地發生變化，最後最悲哀嘅咧就係喺呢個實驗裡面嘅老鼠咧，結果係全部死亡。咁佢哋點死㗎？咁點解會無端端自己唔食嘢咁死，定係點樣咧？佢哋咧結果咧，根據估計咧，嗰個實驗冇講嘅，應該咧佢哋咧就係咁啊老死咗，但係佢又唔會加數量，咁啊所以就自己就全部就死晒啦。佢就冇加老鼠，咁嗰啲老嗰啲就死，咁好似即係嗰啲社會結構都係咁。如果太老嗰啲後生嗰啲唔咩咧，咁佢就唔去 support 個社會咧，咁嗰個老鼠咧就會自然流失，跟住就成個社會就會崩潰。呢項實驗所得出嘅結論就係，當所有可以利用空間被佔據，所有社會角色被扮演，個體所受到嘅實驗競爭帶來嘅壓力咧，導致佢哋喺複雜嘅社會行為上面徹底沉淪，最終導致人口崩潰。哈爾宏認為咧，發生喺老鼠身上邊嘅事咧，就係對人類潛在未來嘅命運係一個隱喻。咁係咪因為 AI 嘅出現咧？如果係咁 AI 嘅出現，其實人類好多嘢都唔需要做，咁佢哋淨係食同瞓，咁會唔會到時都會係咁咧？因為呢個實驗咧就1960幾年做，咁其實咧就冇 AI 出現嘅。但係如果佢咁樣講法咧，如果當人類係再冇需要有目標嘅話咧，人類就會沉。佢咧亦都將呢個社會崩潰咧稱為第二次死亡，出處喺聖經啟示錄第2章第11節。研究者帕金斯引用佢嘅實驗數據，並警告人類咧生活喺呢個越嚟越擠擁，而且唔係人嘅世界裏面嘅危險性。哇，聽落好似好恐怖喎！咁如果將放喺人類咁嘅情況之下放落去，咁會唔會好似啲老鼠咁呢？咁啊，其實咧而家人類咧都未會住嘅，因為人類咧仲要自己揾食啦。因為老鼠呢個老鼠天堂咧係唔需要揾食嘅，有得食有得玩，又冇天敵，即係又冇人會食佢哋。咁樣嘅話咧，佢哋係真係冇乜目標。你睇到開始嘅時候咧，佢哋仲會生 BB， 後來變到唔生啦，靚仔嗰啲咧就變成自戀添，唔靚嗰啲直頭乜鬼都唔理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等死。咁好彩而家我哋都仲有嘢要做。咁好似我哋仲有個 YouTube channel 要達標，咁但係如果到之後有機械人之後咧，就好多嘢都冇，唔使自己做，咁就到時都唔知可以點。真係呢個實驗其實帶出一個問題，就係沉淪。當冇目標，人生冇方向，冇向上流動嘅動力咧，好多人咧都選擇躺平呢樣嘢。悲觀嘅人咧，仲會更加乜嘢都唔做嘅，直接喺度等死。其實雖然呢個實驗咧真係幾恐怖嘅，但係造物主咧製造呢個地球咧就唔會俾呢件事情發生。首先，地球咧已經係一個唔係好穩定嘅環境，天災例如地震、颱風、隕石撞地球，人為嘅例如戰爭啊，令到地球唔穩定嘅事。呢個25號嘅宇宙咧完全係一個穩定嘅環境裏面嘅。而家我哋人類咧，如果唔去揾錢咧，係唔會有人供養俾我哋嘅，就算係父母都唔會。所以我哋正常嚟講係需要工作賺錢，亦都需要教啲仔女出去揾食。養懶人只係會令到自己受害，更加害埋啲細路。
只係如果真係變到25號宇宙嘅環境嘅話咧，人類咧就唔會知發生咩事啦。不過其實而家咧，某啲國家咧都有呢啲咁嘅少少嘅問題㗎啦。例如日本咧，佢哋出生率咧就好低，政府用好多手段去誘因去鼓勵佢哋嘅生育，可惜咧成效咧都唔係好大。其實我哋就需要感謝資本主義嘅，因為如果我哋唔賺錢咧，就冇飯開，冇錢就只可以好似阿星兩叔侄咁樣。呢度咧就有錢佬嘅天堂，只要你有錢就可以佢哋咁食好嘅、住好嘅、着好嘅、揸靚車、揸靚女人啊！若然係冇錢咧，冇錢，冇錢就好似我哋兩叔侄咁企喺度硬掘掘冇得食，噏到口臭。咁你聽完呢個實驗，你有咩意見呢？咁聽完我都覺得，哇！原來有人俾埋你食，俾埋你住，你乜都唔使做，係真係會死嘅。咁其實好在而家啲人類唔係咁啫。咁我相信人類，我覺得唔會似老鼠咯，因為人類有太多慾望啦。當你窮嘅時候，你就想有錢，有錢你就想有權有勢，咁有權又想永生喎。咁甚至仲想探索太空同宇宙。係啊，因為人類真係好渺小，唔好講到宇宙咁大，淨係講到喺地球上面，人類都真係非常之渺小嘅。不如你下一集再講下啲外星人訪談啊。上次講到佢哋第一次訪談外星人，我都好想知之後係點樣。有冇啲係關於神啊、鬼啊同外星人嘅 topic 呢？哦，咁啊有嘅，咁我哋下次再講外星人啦，因為咧其實外星人呢個訪談咧真係好鬼死長，我都揀咗啲有趣嘅部分嚟講，因為其實有啲咧都其實幾悶。Anyway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啦，請大家 comment、like、share 我哋嘅影片。如果大家想睇啲乜嘢，請喺評論區留言。下次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